前膝疼痛嘅成因有好多，包括髕骨俗稱菠蘿蓋錯位、脂肪層發炎、髕骨關節退化。一般疼痛嘅範圍好廣，唔止係一點，圍繞住整個膝蓋嘅位置，亦都可能發生疼痛。坐喺床上面，將膝頭哥屈曲30度。預備嘅貼布係一個 pre-cut 嘅貼布嚟嘅，入邊有2張 Y 型10 cm 嘅 PA 貼布，一張 I 型30 cm 嘅 PA 貼布。先將綠色 Y 型嘅貼布嘅頭端貼喺膝頭哥嘅外側。呢一部分係唔需要任何嘅拉力嘅。然後將2個分支向內側拉扯，大概50% 嘅拉力。圍住膝頭哥，直至到去到膝頭哥嘅內側。然後將藍色 Y 型嘅貼布嘅頭端搣開，貼喺膝頭哥嘅上端。呢一部分係唔需要任何嘅拉力嘅。然後將分支慢慢咁樣圍住膝頭哥嘅外側，直至到膝頭哥嘅底端。呢個部分嘅拉力亦都係50%度。然後以同樣嘅貼法圍住膝頭哥嘅內側，直至到去到底端。最後將黃色 I 型嘅貼布中間嘅底子搣開。兩邊同時施加50%嘅拉力，喺膝頭哥嘅底端開始貼，直至到膝頭哥嘅兩側。最後以掌心摩擦，令貼布可以更加固定喺皮膚上面。